过来是中国甲印度顶个月伫个边境相对呛，双方拢调来着军队。这个月初六，两国才伫个拉达克地区来举行着军长级的会面，要来平缓这个紧张的情势。想要到这过无偌久，就过来起冲突，双方拢人员死伤。中国、印度又搁发生边境冲突。印度媒体报道讲，双方士兵伫个拉达克至少3个所在发生冲突，分别是加勒万河谷、吉亚姆温泉甲办公处。印方表示讲，两个军人拢无人开枪，是相拍尔。也毋过，至少20位印度军人无命。各有消息人士表示讲，印军是互石头牵死的。中国外交部表示讲，印军非法超过边界2摆。并且攻击中国人员，指出双方的部队发生严重的集体冲突。发生冲突的前几天，双方阁举行军长级的会议，看起来无效。再次郑重要求印方切实按照有关精神，严格约束一线部队，不得越线活动，不得挑衅滋事。印度甲中国有3500公里的边境线，为了无清楚，所以讲发生近日摆集体冲突。两国为5月份以来，伫边境地区加勒万河谷到办公处一带，拢是紧张的对立，双方拢集合几啊千名的士兵。This time what I see is a more aggressive posture by the Chinese. 依照英国 BBC 的报道，这是中印两国对立以来头一摆出现人员的伤亡。事后，印度方面嘛出来开记者会，指控中国的做法偏离本来就是一个控制线达成的共识，双方互相的指责，边境的纠纷共款无解。